嗱，我係必須先事先聲明，呢一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經歷，並唔係要影射任何嘅社會服務機構嘅。我喺社工畢業之後揾工，其實係冇好順利，in 咗10幾20份公司，有2個 offer。而我好記得其中一個社工係 in 我嘅時候咧，係同我講咗一句，其實冇咩機構會想請呢啲社工。其實我係明白點解對方會咁講嘅。我嘅第一個實習嘅 field 就係做社區工作，入咗一個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做咗2個月。一開始服務隊嗰邊嘅社工咧係希望我哋可以做一啲蛇齋餅糭嘅活動，街坊開心，機構開心，我哋平安過到實習又會開心。但係當年年少輕狂嘅我哋懷住滿腔嘅熱血，就係要搞一啲同街坊權益有關嘅活動，又洗樓同啲街坊解釋一下重建計劃係做啲乜嘢啊，有啲乜嘢可以為自己爭取嘅權益啊。當時嗰個區域好多難民，我哋又整埋烏都語嘅單張同佢哋解釋啦，又幫佢哋爭取重建項目記者會係應該要有埋烏都語嘅翻譯。總之就係唔做蛇齋餅做，淨係 focus 喺居民嘅權益。然後咧呢個服務隊就冇得繼續做落去啦，市政局就將 budget 轉咗去俾另一間比較溫和嘅機構度做。我真係想向當時希望我哋做蛇齋餅糭嘅嗰一位社工道歉。做社福界嘅其中一個黑暗面就係，如果你懷住一個我想幫人爭取應有嘅權益嘅夢想去到做嘅話咧，你覺得自己係一個幫人解決 trouble 嘅人，但係對一個需要撥款先至可以繼續生存去嘅機構嚟講，你係一個 trouble maker。尤其係如果撥款嘅人其實根本就唔希望居民懂得點樣去到爭取自己應有權益嘅時候，好多社工都會喺呢一啲機構維穩啦，同埋服務對象權益之間游走，有啲會還額，有啲會離開，而有一啲好出色嘅咧，最後係會揾到一個方法拎到個平衡。大家覺得如果你哋係社工，會唔會揾到一啲令到自己可以取得平衡嘅方法呢？